大家好啊，我馬同德，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響91年咧就開始呢、個片仔癀宮廷化妝品咧就響日本出海。咁響我未講之前咧，都係首先要歡迎新嘅新聽嘅觀眾啦朋友咧最主要希望大家關注我哋，點讚咧，同埋多啲介紹轉發俾其他啲人聽咧，會多謝大家。首先咧，我哋去到日本咧就要做啲咩咧？我哋就拜訪當地嗰個厚生省，咁又取得佢哋嗰個市場嘅准入個核心嘅要點咧。咁呢個厚生省嘅認證咧，就如果要合規，又要點樣咧？咁第一，佢話要你個成分嘅合規，咁需要嚴格咁遵從日本嗰個藥機法正面嘅清單，咁避免禁用嘅成分。個成分咧，譬如好似麝香咁樣，咁就唔得嘅。定位咧就係漢方嘅植物護膚同埋避免咧就係呢個政策嘅風險嘅。咁如果個資質嘅申請咧，就需要響日本咧本地公司或者製藥嘅企業，好似佢哋嗰個日本製藥或者係武田製藥咁，作為一個責任嘅主體，提交呢個成分表就完全性咁測試報告，咁皮膚嘅刺激性咧或者過敏性嘅測試同埋呢個 GMP 嘅認證文件。咁響初期咧就建議咧，我哋就用呢個中國生產，就日本貼標嘅模式，咁降低咧就喺日本裝嘅製造業就呢個許可證同埋申請嘅成分嘅。咁至於標籤個規格咧，佢亦都要求咧就係包裝即係外包裝需要用日語標注成分表譬如含量就係嗰個升降嘅嗰個次序要加上原產國、進口商嘅地址、保質期咁樣。咁咧含刺激性嘅成分咧，就需要咧就加呢個警示嘅標誌嘅。咁因為文化賦予嘅嗰個競爭堡壘咁因為片仔癀咧就係明朝宮廷嘅御方，亦都係國家嘅寶物配方嘅。咁同埋呢個非遺工藝，咁呢個高端嘅藥妝個賽道咧係稀有性嘅優勢嘅。咁配合咧日本嘅客群咧就對漢方嘅文化嘅認同。咁所以咧就開頭咧就係有啲難度。咁我哋一直係喺度努力咧，到到1993年咧，我哋咧就揾到當時嘅日本合作伙伴，佢就係咧叫高島屋百貨。咁呢個高島屋百貨咧係佢個渠道嘅一個策略咧，就係以高端客人嚟定位嘅。咁佢就主打就年收入咧要1000萬日元或者以上嘅家庭嘅群個客群嘅。咁喺呢個美妝區就係同呢個資生堂Hola 咁呢啲高端嘅品牌咧就並列嘅。咁同呢個片仔癀漢方車養呢個定位咧就高度吻合嘅。咁佢呢個日本嘅旗艦店咧亦都係國家即係日本國家重要嘅文化呢個財建築嘅又都可以設有漢方嘅文化體驗閣。咁通過明朝御方個故事強化呢個品牌嘅稀缺性。咁呢個歷史即係我哋合作嘅背景咧。咁其實咧我哋除咗係做化妝品咧，我哋喺1986年咧至到1996年期間咧，我哋同高島屋咧就合作喺香港咧，係做呢啲裝修工程嘅。咁因為佢哋嗰個背景咧個關係咧，咁咧佢哋有好多日本餐飲嘅品牌咧，就係幾時會嚟香港，佢哋就預先會知道嘅。咁提供嗰啲資料俾我哋咧，就係做呢個同佢哋做一個設計服務裝修咁佢因為佢啲高端客咧要求亦都比較高嘅。咁我哋咧就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雙方都建立咗一個長期嘅互信嘅。咁喺1996年咧，就因為日本嘅經濟環境有所變化咧，個合作嘅頻率就開始減少啦。但係高島個高端資源咧，仍然可以為咗呢個片仔癀進入日本嘅渠道作為跳板嘅。咁喺1996年咧，咁因為咧就我哋每一年都要過去同高島屋嗰度開會啦。咁高島屋本身咧就係佢嗰啲中端客人咧都係屬於即係中年或者以上嘅人咧。咁當其時咧，我哋認識咗，因為有個有講韓語嘅先生，咁後期我先知佢原來就係大名鼎鼎嘅孫正義先生咧，咁亦都係後來嘅阿里巴巴嘅投資者嚟嘅。咁至於將來佢點樣關於阿里巴巴，我哋將來再講咧。咁因為市場嗰個變化同埋應對咧，喺1997年咧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咧，咁免稅嘅市場咧就日韓嘅遊客係銳減嘅。咁就早年咧，我哋同高島屋合作同埋係孫正義先生嘅交集咧，咁一面都可以反映到90年代就中日嘅商業互動嘅脈搏㗎啦。咁如今咧就片仔癀出海咧就可以作為借鑑嘅。咁借助日本嘅企業對中國工廠嘅信任咧，因為本人咧就曾經為咗好多日本嘅企業咧就係喺國內嗰度咧
就揾加工嗰個資源嘅。咁啊，所以好多佢哋都係相信中國嘅產品嘅，反向咧就係推動咗中國嘅生產日本嘅驗證呢個模式嘅。咁啊，結合咗呢個孫正義嘅投資中國市場嘅邏輯咧，強化呢個片仔癀東方文化 IP 嘅國際辨識度。咁啊，喺呢個合規嘅前提底下咧，就突出咗漢方呢個護膚嘅差異化嘅價值嘅。咁啊，因為咧片仔癀90年代咧，就日本嘅市場咧就受限於背景同埋咧應對嘅路徑核心嘅困難啦，合規嘅壁壘同埋呢個資源嘅缺失。咁啊，厚生省呢個認證嘅硬性門框啊，咁呢個日本嗰個藥機法咧，就要求化妝品成分全公開，並且要符合全面嘅清單。而片仔癀作為國家嘅保密配方咧，就冇辦法完全咧披露嘅成分表嘅，直接咧導致厚生省嘅認證就受阻。咁啊，製造業咧就許可申請咧就呢個日本本地嘅工廠又要參與同埋分裝，就幫包裝嘅。但係咧片仔癀咧因為配方保密拒絕咗呢個海外嘅生產啊，亦都未有找到承認呢個合規風險嘅日本製藥企業，譬如好似武田啊、第一三共啊咁樣合作。咁啊，渠道嘅選擇個局限性，喺1997年之前咧，高島屋作為呢個高端百貨咧，雖然嘅定位咧就配合呢個片仔癀，但係咧就限制於日本本土嘅合規要求，冇辦法咧以正規係專櫃咁樣去銷售模式咧引入。咁啊，淨係咧當其時我哋只係能以呢個 mail order 即係郵購嘅形式就展開咧就係定制化嘅訂購。咁啊，客戶個群個覆蓋嘅局限於高島屋嘅會員咧，同埋少量嘅高端客戶。咁啊，呢個 mail order 形式咧就實際嘅操作同埋受到局限咧。咁啊，合作嘅方式咧就係有一個流程，高島屋提供會員嘅數據同埋訂購嘅平台，片仔癀咧就以呢個漢方定製嘅護膚品嘅名譽咧就接受訂購，產品咧由香港或者係中國內地直接咧就送到去日本嘅。咁啊，規避咗日本本地嘅倉儲同埋認證嘅壓力。咁啊，定價咧就個策略咧就依託呢個國家保密配方嘅稀缺性咧，定價對呢個Polo資生廠嘅高端線咧咁個售價為咗普通嘅產品嘅2至3倍。咁啊，主打呢個咧就係跨境嘅概念嘅。咁啊，個模式咧就係即係受到規限咧 ，mail order 就係主要咧依賴高島屋主動咁樣推薦，年銷量咧就不足呢個常規嘅專櫃嘅10%嘅。咁亦都冇辦法覆蓋咗全即係日本嘅主流藥妝店、百貨嘅渠道。咁合規嘅隱患咧呢個產品咧未能通過呢個厚生省嘅驗證咧咁以海外逆銷嘅形式咧入境，咁存在咧就係被海關抽查下架嘅風險。喺1996年咧就因為成分嘅標註唔健全咧，俾佢臨時扣留咗一部分嘅貨物嘅啦。咁喺呢個背景1990年後咧，日本嘅經濟泡沫咧亦都破裂嘅。咁高島屋百貨咧公司咧就縮減海外嘅品牌引入預算，就傾向咧與成熟嘅本地個品牌合作。咁片仔癀作為新興嘅外資品牌咧，就議價能力咧就轉為薄弱啦。咁同期咧，日本嘅銷售者即係消費者咧，對中藥護膚嘅認識亦都有限，只係有少數嘅漢方愛好者咧就仲能夠接受。咁市場嗰個教育成本就高 ，mail order 咧就成為一個低風險嘅試水嘅選擇。冇辦法啦，片仔癀嘅保守策略，因為配方嘅保密原則，片仔癀咧拒絕咧為咗日本嘅市場調整嘅成分，例如咧就係代替呢個麝香嘅相關材料，寧願咧就放棄大規模嘅鋪貨，亦都唔突破呢個國家保密嘅配方嘅底線。咁依賴香港嘅免稅店嘅成功經驗咧，初期咧日本就視為呢個高端嘅補充市場，而非係戰略嘅重點。故因此咧就未投入更多嘅資源去解決呢個合規嘅問題嘅。咁如果重啟呢個日本呢個市場嘅破局嘅思路咧，咁大家有啲咩提議咧？咁樣咁可以喺討論區度大家討論下嘅。咁成分嘅合規嘅現代嘅解法咧，係可以用植物提取物咧就個組合去代替咧呢個敏感嘅成分嘅。譬如咧就用呢個薄荷醇就代替部分嘅麝香嘅功效並且咧就通過第三方嘅測試機構，好似日本呢個 PSE 嘅驗證出具呢個無禁用嘅成分報告，弱化咗呢個中藥嘅標籤，強化呢個天然嘅植物嘅護膚定位。嗰個渠道升級就由呢個 mail order 咧到跨境嘅電商，借力呢個TikTok、小紅書日本站進行咧漢方文化嘅種草，引導咧就用戶咧就通過亞馬遜日本、樂天市場呢啲平台落單。直郵模式咧就規避咗本土嘅認證，同時咧就同高島屋合作咧就線上快閃店延續歷史嘅合作信任。咁找尋即係去揾呢個日本漢方藥嘅企業咧，好似呢個津田藥業作為合規嘅背書方，對呢個漢方成分嘅接受程度
可以咧就聯合開發片仔癀啊同埋呢個津田呢個定製嘅系列，咁啊借用佢同呢個後生省認證嘅渠道咧，就降低咗呢個准入嘅門檻。咁啊喺歷史上嚟睇咧，90年代我哋做嘅 mail order 咧係無奈之舉嚟嘅。如今咧就跨境電商同埋成分技術嘅進步，或者咧就可以將呢個片仔癀打造成真正嘅日本嘅市場嘅大門，就出海咧就實際操作。咁啊講翻轉頭喺1997年咧，呢個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咧，因為客源嘅結構咧發生重大嘅變化啊，咁啊日本同韓國嘅遊客咧亦都銳減嘅免稅店咧，因為佢哋亦都喺度好似韓國咁又開佢哋本身嘅樂天個免稅店咁樣咧，咁啊競爭咧就越發就激烈嘅。加上因為厚生省咧就唔批呢個認證咧，我哋又揾唔到可靠嘅日本製藥合作社，咁變咗咧我哋又喺1998年咧又要同呢個長實集團咧佢哋簽署一個好大嘅合約咧，同埋咧我哋又忙於搞美國嘅 IPO 上市咧，所以我哋咧就決定喺嗰年咧就終止同呢個片仔癀嘅香港同日本代理嘅合作個合約。咁至於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咁亦都希望大家留言喺呢個討論區啦。咁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再詳細再講一講其他嗰啲後續嘅嘢啦。咁好多謝大家，記住咧關注我哋啦，訂閱我哋，同埋介紹多啲人發俾佢哋睇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下一次見。